如果你正想養一個北角核心地段有人流、有租客又有收租回報嘅商鋪，咁今次介紹呢個盤就真係值得你留意。呢個物業位於香港北角馬寶道 2F 到 2H 號地下 A 號鋪，位於馬寶道，地點夠晒成熟，附近有渣華道市政大廈、渣華道街市、英皇道同糖水道一帶。周邊民生配套齊全，平日人流同區內消費力都相對穩定，做零售、保健食品專門店呢類生意都有相當唔錯嘅基礎支持。呢個商鋪本身係地鋪加閣樓設計，地鋪約160平方尺，閣樓約160平方尺，合共約320平方尺。雖然面積唔算特別大，但勝在實用。對於想用有限資金入場，同時又想要穩定租金回報嘅投資者嚟講，呢類鋪位往往最啱用。現時鋪位由日付3融自用，業主同意出售後，以月租35000繼續租用鋪位。租期內，租客負責每月管理費555同埋每季差餉2010。業主已經喺呢度經營超過10年，而且呢條街空置率極低，代表物業有實際租務支撐。就算業主唔售後租回，以相同租金都輕易租出，對買家嚟講自然安心啲。以業主叫價980萬計，回報率大約4.28厘，以北角呢類成熟民生商圈鋪位嚟講，屬於相當吸引嘅水平。講到投資商鋪，最重要就係地段、租客同回報3樣嘢。地段方面，馬寶道本身就係北角其中一條成熟街道，附近有街市、有政府設施、有社區商戶，客源唔靠單一消費模式，而係靠日常生活流量支撐。最利好民生類商戶長線經營。租務方面，呢段空置少，就算有都極快有承接，租金收入穩定，對投資者嚟講等於買入即享現金流。至於價格方面，叫價980萬，交易條件可商議，加上業主早於2004年以262萬買入，議價空間大。總括嚟講，呢個北角馬寶道地鋪最大優勢係地段成熟，現有租客穩定，回報率清晰，再加上北角本身商業同民生氛圍濃厚，對想入市商鋪收租嘅買家嚟講，屬於一個有實力、有故事，亦都有數據支持嘅選擇。想喺北角入一個可以即買即收租，又有長線潛力嘅商鋪，呢個盤真係值得你親身睇一睇。